殯葬經典。廣州育德堂陵園。廣州育德堂陵園位於廣州南沙深灣水庫北側，佔地20幾萬平方米，東連虎門，南望香港，西臨番禺，北跨廣州，成為珠三角幾何中心腹地。育德堂地處於國家級嘅南沙經濟開發區，公路、地鐵、航道縱橫交錯，緊密相連，為港澳同胞各界人士提供舟車之便，朝發夕返，來去自如。深灣水庫東西橫貫港深京珠高速公路，象徵二龍戲水之吉祥。南沙大道跨越水庫之上，意喻玉帶圍腰，官袍護身之長嘯。路通財通，水旺人旺，動靜呼應，譽滿南粵。宮司前有天后娘娘庇佑，天后宮為育德堂營造千年之富貴，被歷代大師稱為嶺南風水寶地。香港著名易學大師親臨現場，非不提下三環水泡風水寶地。育德堂作為大南沙嘅一員，見證咗佢嘅迅猛發展。地處龍口鳳舌之處，環境優越，風水獨特。前有深灣水庫作礁，後有盤石山圍靠，左邊青龍崗，右邊白虎嶺緊緊環抱，符合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嘅大吉大利之格局。園區規劃以天地和諧為設計思想，佈局合理，大氣精緻。古色古香嘅建築，優雅別致嘅園林佈局，輔之以天然嘅湖光山色。早喺2001年10月17日，被番禺日報報道為8大優勢嘅人生後花園。育德堂像一塊寶石，鑲嵌於珠三角嘅中心腹地之上，納日月之精華，天地之靈氣。育德堂如一束繁花，綻放於大南沙嘅秀麗山水之中，揚千古之幽香，星辰之光輝。育德堂為一尊靠椅，穩坐於天后宮嘅通禪之處，天賜龍虎守護，長歲盈滿。育德堂似一片織錦，同壽於虎門橋嘅前程之巔，環繞五光十色，福佑眾生。觀望整個園區，靜謐舒適，源遠流長嘅歷史情懷，竟能被濃縮於眼前一棟棟清新嘅建築之中，給現代都市人提供咗一道精美嘅文化品牌。腳踏喺千年黃土之上嘅經典與精華，一種超乎想象嘅震撼，正跨越時空抵達面前，並長久震撼心靈。呢一個就係生命嘅角度。普渡道，宗族之分，陰陽和諧，內外落差乃天意之奇，暗含登上九重天之意。當人們從普渡道登青龍崗上登科路嘅瞬間，心中便豁然開朗，靈魂隨之升華，唔再喧囂，唔再紛雜，唔再恐懼，甚至坦然面對，悄悄怡情。普渡道兩側，管理區、祭祀區、休閒區，無不顯示住江南韻味嘅開放式園林風格嘅人文內涵。一直以嚟，廣州育德堂陵園追求經典品牌嘅殯葬文化，
力求將古樸厚重嘅中國古典文化格調同清新雋永嘅現代藝術韻味有機結合，打造融匯古今、合璧中西嘅育德堂文化陵園嘅品牌形象。喺環境佈置上，設有石橋、湖景、假山、廳廊等，以梅、蘭、桂、菊命名嘅四大廊區依壁而建，動靜呼應，如詩如畫，將成個園區點綴得精美絕倫。喺管理上，育德堂堅持以人為本嘅思想理念，以環境一流、設施一流、管理一流、服務一流為宗旨，以熱情、文明、細緻、周到、始終如一為工作準則，以高層次、高品質、多樣化嘅產品選擇，體現品牌樣板嘅經營理念，從而突出殯葬經典、企業形象、人民內涵嘅精神風貌。喺文化技術上，出台相關嘅文化叢書，編製經營手冊，傳播公德思想，體現文化經典，增強技術內涵，提供服務質量，被世人所認同。喺行業服務上，育德堂陵園打破以往陵園外板落套嘅傳統形式，突出咗廳、廊、殿式等建築風格嘅品種，從而為客戶安放先人提供多種選擇。育德華僑區中心腹地藏風得水，依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同市場嘅需求，推出高品質、多層次嘅各類福位福地，同時都滿足咗海外僑胞落葉歸根、遺體安葬之需求。冬去春來四時花木，紅梅幽蘭，金桂黃菊，點綴期間無不顯露出育德堂陵園嘅別具匠心，從而真正達到使亡者安息、生者欣慰嘅美好境界。天上漂浮不散嘅雲霞，地上延續不朽嘅年華，只在村上月，逝者如斯夫。舊物歸存，人所不免，物之自然。世界萬物循環輪轉，呢一個係大自然不變嘅規則，人類亦都不過如此。殯葬文化作為人類文化嘅一部分，佢嘅產生發展隨住時代嘅變遷，更趨文明，更趨價值，更趨深刻嘅內涵。漫步育德堂陵園，領略文化精髓，感悟精神永恆，啟迪百味人生。其中嘅意境對現代人都具有一股神奇嘅感化力。佢既係藏龍臥虎之地，又可以令自己忘卻曾經是龍是虎。呢一種遺忘，恰好就係人與自然嘅親密貼近，恰好係人性嘅愉悅同舒展。我哋嘅陵園，我哋嘅行業，先至係真正意義上嘅公德事業。千秋偉業從呢度開始。廣州育德堂陵園是一家買斷土地開發的經營性陵園，地處珠三角中心地帶大南沙開發區，肩負着時代賦予的神聖使命，被越來越多的海內外人士所認同。我們將在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支持下，一如既往打造經典樣板陵園，把各項工作做得更好。巍巍蕩蕩，山清難受，長生佳地，護碧嘉興。一個海濱城市千年不遇嘅功德傳奇，一個天公之巧、人間之奇嘅風水寶地。青山環抱，碧水為照，山水相依，生生不息。
回首不忘欲得神韻，芸芸眾生幾多歡喜。青龍白虎左右相倚，背靠磐石無與倫比。福田輝映，園林氣息，歲歲朝拜吾輩傳奇。